家好，24節氣中，春分標誌着春季已走向成熟，陽光普照，萬物生長進入更為穩定的階段。這節氣既係自然界陰陽平衡重要節點，都係提醒大家在養生上追求中和，不偏不倚重要時刻。在道家思想中，養生重在順應天道，守中養真，所以這時應以調和陰陽為首要目標。起居有節，情志平和，動靜適度，既不亢奮耗散元氣，也不過分收斂形滯。可透過每天短時靜坐、緩行導引或簡短太極來調息養神、疏通經絡，保持內在的平衡與寧靜。飲食調養方面，春季陽氣初生，而多食生甘發散之品，以促肝氣疏泄，減少酸味的攝取。可選用疏肝理氣、保養精氣的食材，例如枸杞以養肝血，豆豉與蔥類助於辛溫發散，芫茜與大棗可調和脾胃並補氣血。精神上而靜心寡欲，情志疏通，作息則遵循天時，早睡早起，勞逸結合，讓身心係春分這一陰陽均衡之節氣中保持和諧，積聚正氣，安然迎接生命的生長與繁盛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道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立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